各位兄弟姊妹，大家高早平安，愿上帝恩典甲你同在。兄弟姊妹，咱这是备办心，准备要来开始咱富强教会空中礼拜堂，咱要来线上的礼拜。咱大家备办好话，咱这时先安静默祷，要开始。来啊！咱就摇花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摇花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兄弟姊妹，这是咱要同心用诗歌来敬拜上帝。各位兄弟平安！伫今仔日早起，邀请咱三甲来吟诗敬拜主。伫吟诗的进前，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天父，伫疫情的时期，阮搁较无来明白你的心意，搁有隐藏伫人的限制内面。主啊，愿你除去阮过去的骄傲。互阮通明白，你是王，你是主。阮所无法度互家己的平安，求你赏赐阮，帮助阮伫家己的软弱中，知影你跪落敬拜的时，会当对你来得到真正的安息，搁有透放。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支持咱三甲来吟，我的上帝，我的王。我
十块片，诗人捌安尼见证。我拄着患难忧苦，总是你的改名是我所欢喜的。佮讲你的话一下开拓，就发出光，互戆人通达。求主用伊的话光照阮，互阮甲伊亲近，知影伊是阮的爸，嘛是救赎阮的世界的王。咱过一摆来吟我的上帝，我的王，来遵从阮的主。感谢上帝，因为主的名，互阮得到安慰。愿主的圣神成全伊的心意，伫阮心中，咱三角来吟，至圣的神听阮祈祷。第5节甲第6节，邀请咱大家三角用读的来领受圣诗互阮的教示。求你亲像钱仔飞来，想诉真爱平安，互你圣话伫对那里，一定无去无安。求你亲像，求你亲像大
时邀请咱搁一摆用第5节，搁有第6节来吟诗。来祈祷，至圣至大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名是圣，是万福的源头。你为阮所做极其奇妙，佮享受丰富的一切，互阮。感谢你，伫主日的时，阮要用敬拜来服侍你，来献上感谢，也用感谢的心对你献出阮而乐的声。愿因为天父欢喜，你今日而乐甲感谢，阮就要伫即时同心同喙而乐尊崇上帝最悬最大。感谢天父赏赐雨水伫台湾即块土地，阮相信主会紧紧帮咱控制，甲除去抗旱甲疫情。愿恳求天父眷顾全体防疫团队、医疗人员、医疗物品、教业，甲受感染的、失去生命的每一个人甲因的家庭。阮相信，伫即边的瘟疫中，阮确信一定会经历看见天父为着疼台湾、疼世界、疼各国，来伸出圣手，除去疫情，拯救你所创造的世界。天父啊，当阮伫严重疫情不安的日子，有你通活去，阮要感谢你。当阮信靠你、军队你，搁得到你公义的赐福，阮的心就平安，阮而乐，阮感谢你。主啊，你将阮即群属你的囝儿，伫灵内面真做一家人，教导阮，每一个人着彼此相疼，互相接纳，照逐人的本质来尽分。阮要而乐，阮要感谢你。天父上帝，帮咱提醒阮，用疼的心来疼众兄弟姊妹，因为你讲，疼兄弟的心就是疼你，就是踮伫光明中，踮伫你内面。阮为着真侪你的囝儿，阮而乐感谢你。人民人的圣囝主耶稣，阮知去家己常常犯罪，自我定罪，总是因为你为着疼阮，撤销赦免阮一切的罪。主你甘愿牺牲性命，伫你救赎中间，互阮得到拯救。亲爱的主耶稣，你永远不变的疼，也永远袂记得阮的罪。你这款恩典永远慈爱，永远存在的疼，是超越阮所了解的。因为安尼，阮献上感谢。主啊，赦免阮有得罪人、辜负人的罪，求你阻止你的囝儿
无故意犯罪，毋准迄个歹来管辖阮，互阮瓦克里伫完全免过犯罪。全能圣神上主啊，恳求你帮助阮的心离开歹代，信靠你的慈爱，甲圣神大能力，互阮归向你，帮助阮有敏锐的耳孔，较无听到圣神的提醒甲声音，互阮诚侪新创造的人，日日若亲像你一样，因为你是阮的一盘，阮的开力。恳求你扶持帮助阮，互阮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面前得到接纳。阮将今仔日2场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你手中，将你的话的大能力赏赐互阮，通赢过世间一切的诱惑。阮谦卑要学习主教士的祈祷文做伙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主听阮的歌，主听阮的歌，恳求你听阮的歌，主听阮的歌，主听阮的歌，听阮。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列王记上卷19章第9节到13节。第2段是使徒行传第1章第4节甲第8节。做伙同心来领受。伊到遐入一个洞，就踮伫啦迄内看，耶和华的话临到伊，甲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伊应讲：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遐的坛，用刀杀你遐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要孝顺我的性命，要处伊。讲：你出来，徛伫山林，伫耶和华的面前看。耶和华经过，有大搁透的风，破离遮的山，拍碎遮的石。伫耶和华的面前，总是耶和华无伫风的内面。风了后有地动，耶和华也无伫地动的中间。地动了后有火，耶和华也无伫火中。火了后有细搁轻的声，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衫搭面出去，徛伫洞口看，有声临到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第2段使徒行传第1章第4甲第8节。耶稣甲因做伙的时，有吩咐因，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照我捌甲恁讲，着听候爸应允。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恁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着我做见证。感谢主，将伊的话赏赐互咱。咱来通过影上的献诗，来就跟我先歌队。
哈利路亚，拍手，感谢主。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咱搁一遍伫咱的空中富强教会礼拜堂，做伙来敬拜上帝。因为上帝有应允，讲恁中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组织，我就要伫恁中间。所以圣神伫咱的教会礼拜堂，也伫你的厝，伫你的亲人朋友的中间。兄弟姊妹，咱伫即个圣神降临节的节期，牧师用3礼拜的时间，甲咱做伙来领受圣神临在造访即款的信息。毋知你还有印象无？咱拢总有用6段经文，咱大先要搁一遍来复习这个经文，咱看见伫圣神的造访。伊奇妙的显现，安怎伫咱的中间？圣神造访奇妙显现，咱大先有看见民数记11章的31节到32节。这段经文记载讲，上帝予风来吹起，规群的烟吞对海上飞来。安尼什么意思呢？圣神用起风的现象，将烟吞予伊集中伫即个百姓的步平的周围，而且是坐甲掠袂了，互百姓有够野会食物。这是民数记所记载的。但即款的烟吞，咱台湾较少人用来做食物啦吼，毋过伊的营养是非常好。第2段经文，咱有记载，伫罗马书8章9节讲，上帝灵点伫咱的内面，当圣神伫咱中间的时阵，讲咱的生活、咱的行为、咱的行做，就无受本性的支配，意思无受我即个血气，也是我家己的个性。也是我家己的软弱来支配，只有互圣神引带。迄就亲像讲，咱一只电脑，也是讲一只机器，原来迄个软体甲迄个零件拢歹去啊。但是呢，换一个上新的、上好的、袂出差错的，伫咱的中间，所以这只电脑就非常的顺序好用，这只机器、这只车就非常的好用。当咱愿意接受圣神来甲咱管理，圣神以马内利伫咱中间，圣神道成肉体伫咱中间，所以咱就成做属基督的门徒。第3位，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2章1节到4节有记载，迄个是圣神降临节的场景啦吼，讲有声对天顶来。亲像一阵大风来扫过的声音，所以圣神的临在有声，阁有风，然后阁讲起讲有亲像火焰的纸，哇！迄个火焰的纸散开，停落伫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形象引起什么呢？讲门徒拢互圣神来充满，开始讲别种的语言。这是圣神降临的一种图画，表示迄个亲像纸的火降临伫遮的门徒的身上，降临伫遮的门徒的身上。遮的拢是历代的艺术家因描述迄个圣神降临即款的图画，咧互咱去体会圣神降临，毋是外表即个现象啦，定是降临造访了后，伊产生的改变。咱也伫顶礼拜有做伙读过即段先知的启示，约珥书2章28节到29节。伊讲上主宣告以后，讲我要甲我的灵，就是圣神，拼互每一个人，赏赐互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了后，有甚物款的即个改变呢？讲儿女要宣告上帝的信息。
年老的人要做奇异的梦，少年人要看见异象，甚至上帝要甲伊的灵来摒予所有的奴仆甲使女。这个话意思是，当圣神临到的时阵，毋是惊人的，是欢喜军队，欢喜接受主、接受圣神的，伊就要临在殿中间做迄个美好的工。但这是咱进前2礼拜所领受的经节，伫描述无共款圣神临在的时刻、临在的方式，以及所产生的变化。今仔日咱要读的圣经是记载伫《列王记》上卷的19章9节到13节。这段经节是其中的一段哪定，事实是咧记载以利亚奉上帝的差遣，这个先知所做迄个奇妙的工。安怎上帝的灵用各种的方式来向以利亚显现。那这个故事，牧师我小可做一点仔描述，咱有闲会当参考《列王记》上卷的17章、18章、19章安尼。这段经文咧记载什么呢？就是当亚哈王，当政的时阵，就是伊咧做王的时阵呢，迄个时阵王后叫做亚西别。来用中国的历史的故事讲，就是这个王后乱政啦，乌白管理安尼，赢过伊的翁婿，所以，互遐个先知引带遮个百姓来拜偶像，就是巴力、甲阿舍拉，还是讲阿斯塔略，翻译做阿舍拉，这个女神。所以是这个整个的王国上界败坏的时期。那伫这个上界败坏的时期呢，先知互以利亚来先知以利亚受上帝来兴起，受差遣呢，走去要见王啦。因为先知是敬拜上帝的咧，王甲王后迄阵都敢若要相信，才会拜巴力的咧，所以事实是一种危险的境界。去找王，咱若台湾话讲，像要找死共款。但是伊就是坚持讲，我要来甲王讲话。这是因为先知互圣神充满，然后伊就亚哈王来讲，我指着我所尊崇的上主以色列上帝的永生来救抓。以后的几年来，毋是几个月哦，是几年来，除非我祈求，天无落雨，也无降露。哇！这个宣告呢有2个意思呢。头一个是整个的以色列王国，几啊年无要落雨。伊个关键，上帝是要听先知的这个祈祷，才会落雨。等于是这个先知掌握着整个以色列王国的这个整个的兴衰就对了吼。伊一个讲落，当然这个王哪会要放伊煞？所以上帝就指示以利亚去到约旦河的东边基立溪来藏起来。藏起来，无通食要创什么？上帝足奇妙，以利亚伊啉溪水，但是伊找乌鸦家己夹迄个饼甲肉来互伊食。早暗才有长真正伊伫溪水边生活一站，迄个抗旱就伊伫打起，亲像咱对去年开始台湾都敢若用水伊伫用，雨都无要落咧。感谢主，昨昏咱台南开始落雨望会当落较济，互咱有够热。伊讲迄个时阵溪水打起，溪水打起伫迄个所在就袂当生存啊。所以上帝就搁差遣伊去叫做撒勒法的所在，一个寡妇的所在，伫遐来接受这个撒勒法的寡妇的款待。上帝真奇妙伊无去叫以利亚去找迄个有好野的人、家产多的人、食物足多的人，伊竟然去一个无法度人饲家己甲家己的囝的一个寡妇，是要安怎？圣神搁一面做工，因为圣经有记载，伫这段经文记载讲，
伊阁做神者，这是以利亚先知伫祈祷的上这是乌鸦夹饼甲肉来互以利亚，伊到撒勒法的寡妇的所在，接受伊的即个供养，这拢是遮图画咧记载遮的事啦他圣经记载讲，即个抗旱第3年啦，上帝找以利亚去见亚哈王，就是伊米3冬然后佫出现，即个出现是甲亚哈王讲，当准备要落雨哇！大家已经大家已经无得去四国难民拢产生起来圣经记载讲，迄阵的撒玛利亚饥荒非常的严重。这段故事就记载，以利亚竟然好胆，甲即个亚西别有450个巴力的先知讲来，当恁拜恁的神要求护，我要拜我的上帝来求护，大家互百姓来做见证，看是倒一个上帝是真的。哇，这实在是真正是靠信心啊！若无遐侪人以利亚单打独斗呢？圣经记载讲，巴力的先知用尽各种办法，像咱台湾常常看到遐当机咧做法同款啦，举遐剑啦、球啦、拍身躯。但是呢，迄个祭坛顶面的茶甲迄个牛，完全拢无动静。这巴力的先知是大家安尼舞啊舔，根本都无路用。一直对早起，一直做到下晡献祭的时阵，叫做暗祭。以利亚开始伫坛前祈祷，伊交代遐奴仆甲伊款好茶，甲迄祭坛修理好，茶放伫顶面，然后迄个牛祭拜牛放伫茶的顶面。当伊祈祷了后，上帝就降落火，烧这祭司茶，并连边仔遐祭坛顶边仔遐石头拢烧甲打起安尼，连迄个水沟内底，迄个沟内面所倒的水嘛拢烧了，表示讲迄个火是炎火炎甲无法度人好迄个伫迄个所在。遐茶甲迄个肉拢烧了，安尼马上就看见伊的变化。把那个先知400-500个摒输以利亚，毋是人的厉害，是上帝，是真神。这个影像是咧记载，把那个先知伫遐咧祭拜的技术。这是以利亚祈祷了，火就对天来。伊交代讲，袂使用头食布，用点火的是看上帝降火无你的巴力看有影个降火无伊是用安尼来甲这个先知来拼，这是记载这个图画啦当故事到这，人讲胜负立判对无？毋过以利亚的境遇毋是安尼定。列王记上卷18章40节记载讲，以利亚下命令，把所有的先知拢掠起来，遐巴力的先知、拜偶像的先知，而且伫基顺溪的边仔，把这的先知拢处死。哇，这毋那是亚哈王甲亚西别因这对夫妇，伊的面子真扫落地。也等于是对伊的权力一个深大的挑战，因为把那个先知拢互伊杀死。他真正献祭火烧这祭坛了后，过无偌久，天边一片云小可掀起，慢慢乌云一个挖来，风嘛吹来，大雨就摒落，亲像规面桶水摒落来。这时阵，先知伫迄所在完成上帝所差派的工作。这是圣经节今仔日读的经节内底进前的故事啦。毋过，这个拄好安尼足丰功胜利的以利亚，
伊安怎？伊无通好骄傲的，因为伊随时面临着杀身之祸啦。圣经记载讲，以利亚咧处死王后亚瑟别的先知了后，就互亚瑟别派人甲追杀。这亚瑟别咒诅讲，我若无杀死伊吼，伊就绝对唔放伊煞。所以以利亚伫上成功胜利的时阵，也就是逃亡的开始。今日经文就记载以利亚逃亡的一段。兄弟姊妹，你有感觉无？人成功的时阵，拢无通好通欢喜的时阵，随时灾祸就来呢。咱唔通定定停留伫欢喜庆功的时阵呢，咱要去看后部到底有甚物款的危险要活来。所以以利亚伊逃走到旷野，坐21章罗丁树啦，这是原来的翻译。新翻译叫做杜松树，因为杜松树现在人较有咧讲。啊，伫迄个树荫的下面，竟然失志啦，规个人拢感觉讲好亲像伊走投无路啊！啊，所以甲上帝求死呢。讲上帝啊，互我死好啊，无效啦，安尼。哇，迄款失志，互咱感觉讲哇，咱的人生若拄着安尼，咱甚物人袂伫遐哀哭咧？原来就成功，昨昏啊成功，今仔日就拄着遐严重。啊，这是即个杜松树吼，罗丁树的迄个造型啦吼，啊会当发真大丛啊。伊讲这毋是松树哦，是另外一种树种安尼。不管如何，伫旷野的所在有丛树通秘，迄才是足好啦。啊，伊安那甲上帝祈祷讲：上主啊，我挡袂牢啊，甲我的命取去啦，我是死较好啦。毋过吼，伊当迄个靠热，规个人安尼精疲力尽的时阵，上帝并无离开伊，也甲骂啦，讲哎呀，你这吼袂堪要吞忍，安尼袂堪要坚持，安尼一个就伫遐失志。伊毋是上帝用什么方法来甲伊面对呢？就是今仔日咱的经文，天使大声为伊准备火炭、烘好的饼，甲一罐水，叫伊来食。饼甲水是伫旷野内面上需要的呢。天使竟然甲伊传便便，甲伊讲你爱阁继续行，所以你爱有体力，用一种身体极需要的关心，互即个以利亚。然后因为伫旷野无水，所以就经过行40暝日啦，逃走到西奈山，也是何烈山、西奈山。伫迄山洞闭起来，会使讲是已经完全无体力啊，心情足歹。伫即个时阵，伊完全伊家己的血气、家己的人的软弱，拢完全显现啊！即个时阵，上帝的灵对伊显现，就是今仔日所读的经节。这是西奈山吼啊，迄种的山，无像咱台湾树啊遐水啦吼，无啦。当上帝安怎伫今仔经节用各种的方式来对伊显现呢？伊讲上帝经过有迄个大风，甚至风大甲山崩地裂，这毋是小可风啦，好亲像人讲狂风扫落地迄款的意思。过来，上帝互地发生地动，风来地动，过来互地动了后，阁有火，有火了后，迄拢是足强烈的一个自然现象嘛。毋过伫迄个隆着大声了后，讲安静落来。上帝伫火下了后，出迄个轻微的声，迄个温柔的声，迄是真明显的对比啦吼。但这段是咧讲起，就讲圣神伫以利亚咧服侍的过程中间，用无共款的方式伫显现。咱会第捌讲圣神造访如风如火，有影即款的外在现象，互经历的人拢印象深刻，无可能袂记一啦。但结果是啥物？结果上帝当互即个以利亚经历到这个自然的现象了后，用轻微的声，搁甲伊宣告。伊讲：我要为着以色列流落
敬畏上帝的7000人。伊从这7000人吼，因真圣洁，毋捌拜过巴力，阁毋捌浸过巴力的，表示这个人伫迄个亚哈王的权势下面，犹原坚持，犹原甲主亲近，无要屈服的。伊阁用这个人阁来复兴以色列啦。然后上帝就差遣，知影以利亚的任务完成啊，伊互伊重新得力，将权柄，伊就交代伊讲，爱将这个权柄甲能力来传互以利沙，伊的徒弟。咱知影后来以利亚，会使讲是安尼功成身退啦吼。上帝后来真正用火甲以利亚接去。无看到伊的身死伫地面上，伊就安尼来完成。兄弟姊妹，这是上帝伫以利亚的这个先知所完成，也是讲所显现迄个美妙的呈现。咱拄则有搁读第2段经文，这就是咱咧讲起着圣神降临做进前耶稣的吩咐啦。使徒行传第1章第4节甲第8节，耶稣讲。吩咐门徒伫耶路撒冷爱听候上帝的应允，也是对咱拄则所伫迄个所在复习的经节内面描述着圣神的工作。你发现一个遐尼勇的迄个以利亚都要甲上帝求死啊！这个门徒嘛是经历着耶稣受定十字架，会使讲是灰头土脸，差不多是闪甲走无路去啊！当耶稣过活了后，对这下门徒佫重新甲因招倒转来，等于甲因医治就对啦。然后甲因讲吼，你毋通靠家己的能力，你都要靠上帝应允。这是耶稣交代因的话。第8节是咱所出名的经节。耶稣甲因讲，圣神临到门徒的时，恁就要充满着能力，伫普世。为我来做见证，圣神临到恁，恁才有能力；若无圣神，恁就袂当做甚物。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分别啦。圣神若无甲恁伫地，恁甚物拢袂当做。啊，这是圣神降临的迄个经过。兄弟姊妹，我用这个经文甲咱兄弟姊妹做为学习，除了见证上帝伫逐个时代所做迄个美好的圣工，也要互咱。所有长老教会的信仰传承的兄弟姊妹，咱搁一遍来确认圣神确实伫咱中间。顶礼拜牧师分享逐个时代圣神的工作，但今仔日要搁分享一段甲咱三个学习啦。圣神继续伫每一个时代工作。咱有讲起着顶礼拜有讲起着伫迄个培教运动，已经是50-60年前啊。但即个时阵牧师要短来分享我家己的故乡七美教会，嘛是伫100年前圣神造访的经过。这个故事可能牧师会用文章，也是其他的专讲才来分享，因为真长啦。我简单来分享。圣神亲自建立的教会七美教会，伊的故事是伫1919年开始。上帝照着伫当时伫即个海岛。小小的庄社有一个叫做夏仔，伊是掠鱼人，甲一个已经年老伫厝里底退休的夏团是兄哥，伊是小弟，是结拜兄弟。圣神来充满因，行做新约技术。过年了后，1920年才正式建立了七美教会。所以去年呢，牧师就转去。七美教会参加七美教会设教100周年的庆祝安尼。这个所在因为真偏僻，宣教所已经伫台湾传福音，嘛伫这个马公平湖迄个大地岛有传福音设教会啊。但七美是伫整个平湖上南边一块小岛，这个小岛当时的交通是极其不便啦，真少人。真少甲外口会当通往，敢若渔民才会当坐篷船出入那定。但圣神竟然遐尼奇妙，伫1919年的时阵，
即个下载啊，阮当时即个导师叫做大师啦，毋是七米哦，七米是即个战后才改名的。伊掠鱼人，即个下载，因为伊伫冬天的时阵来高雄的海港，高雄迄阵高雄港拄啊日本政府吼，伫迄个所在咧大咧建设就对啦，伫乌港啊，所以就足侪头路工课通去做。因为冬天平湖的渔民袂当出海掠鱼嘛，啊，所以人用伫遐吼，无收入嘛袂使，啊，所以因有船，家己招的来到高雄港，伫迄个所在来做工，渔民体力袂歹，所以做工有钱通好趁。过当冬吼，春天到啊，农历3月，差不多咱即个时期啊，天气好啊，所以就准备坐船要转去到伫即个七米即个岛屿，伫迄个所在，伫遐来继续掠鱼吼。这就是迄段的经过。但故事讲起到讲，即个下载兄弟转去到七米的时阵吼，伊毋是互因太太各种的丰富的礼物哦，也是买遐个物资啦。伊竟然即摆转来是带来圣神奇妙的临在。圣神伫伊身上做工，伊家己嘛毋知啊，就是互圣神来带伫迄所在做奇妙的工。对安尼来改变整个夏家即个家族的命运甲历史。伊甲伊的结拜兄就是夏团，后来做长老，大伊10几岁吼。即个时阵，即个夏团伫少年时代嘛非常的成功啦，但是后来因为身体歹失败，目睭阁无看见。但是伫其后的所在，接受即个宣教师医生的医治，有稳定落来，就转去厝，伫迄个所在静养，而且要紧的是，伊伫迄个病院的时阵有接受着福音。转去到伫故乡了后，因为迄个所在未信嘛，无人要信，所以只好掂家己一个伫个心上啦，定信仰放伫个心上。直到即个下载10几冬后转来，招伊做伙来做工。但这个故事是真长啦吼，讲袂了。简单来讲，就是伊开始伫迄个岛屿顶面做真侪新业，伊也捌甲这个动机斗法哦，就亲像咱今日读到迄个以利亚甲巴力斗法共款。这个动机调动的时阵呢？即个下载也一支锤庄骹拢是土的路，土骹嘛，所以伊就用即个叉箍甲画一个圆箍互即个动机跳袂下，跳袂煞，袂当退人就对啦。所以真侪的遐个动机拢惊伊，因为知影讲伊真正有困难，甚至伊疼偶像。拄迄个庙甲拄偶像，伊嘛捌医好，即个有生迄个疮，咱知古早人若食的物件无清气，也是无营养，身体无清气的时阵会生疮的病人。伊嘛医治一个尊员对尊顶拨落去，去哭着头壳皮拢流起来。伊常常用2种物件，一种是用迄个乌目水伫个所在来甲伊抹，就好去。嘛维持一个失明的少女，嘛有一个已经古早时代伫厅边已经准备要过往的人，伊甲伊医治。就是这个故事一连串伫一冬久一直运行，规个岛屿好亲像圣神临在规个岛屿亲像风，亲像火，遐尼大的开力。这个就是下团长咯，就是迄个咱看伊的目睭已经无看见，差不多要无看见，就是迄个时阵伊目睭无好。这个故事大概当时这是第2头一间礼拜堂，细间佫拆了，佫重起的。这是早前7米教会礼拜堂的这个古早上啦吼。这是当时的
这会友有伫遐翕相的即个影像你看一个小小的都市，遐尼侪人参加聚会是无简单。这是新的礼拜堂，民国50几年起好的相片。这拢是互人感觉讲真奇异，伫迄个遐尼小的所在、小岛，会当有遮尼侪人来信耶稣，拢是圣神的工作。这是2代的礼拜堂，上新的礼拜堂伫遮。遐尼7月，后来呢是安怎？下载有一天拄着下团的囝，就是叫做下顺，伊就甲伊要求讲，恁爱一块土地来起礼拜堂，然后开始拄起下架遐祖厝所有的偶像就对了偶像。伊要为了印证，因为即个下顺无啥要相信，所以即个下载就甲伊讲，你要看起一个大光来做记号。所以伫农历旧历的12月28，下载对下团家内的人讲3天后有阳光要伫即个家中来出现。果然伫正月初一有一个圆的大光像对天顶降落来，像人讲像较早庄脚咧用的水光遐大有一个形体伫迄个厝顶走来走去，经过半点钟了后才实消息，连续3天就对了。有人感觉讲迄可能是水去日头照落水去射到的啦，毋过较找都找无迄款影像的光伫迄个所在所以因后来才知影讲，这真正是照下载所讲的迄个印证。连续3天了后，看见迄个光的人足多。牧师伫少年时代咧牧会时阵，还佫听见这老大人。伊家己见证讲，伊亲身所看到。所以迄阵伫换家就对啦，即个下顺就是下团的囝，就确信这是真神伊显现的即个证明。就真正捐出迄个土地，伫迄个祖厝的头前土地，来起礼拜堂，叫做福音堂。大圣堂起是细间啦后来才佫翻像拄则牧师甲咱分享这大间礼拜堂。佫一项牧师最后要讲的是讲，圣神的工作真奇妙，逐位所在拢有。最后要讲的是即个伫山间的冷风吹起，伫泰雅尼族经历的故事。我会记得几礼拜前牧师甲咱分享到牧师甲这台南的牧者去访问即个山顶，来了解这当时的教会他今日咱要三个学习的是讲。伫即个山间冷风吹起，泰雅尼的清醒，圣神自访、教会复兴的故事。但伫1972年7月初7开始，圣神亲像风，吹往当时的新竹、桃园的山区的部落，把这泰雅尼教会来吹起，甲互伊唤醒起来。圣神亲像火，点到这部落复兴当时的教会。这就是台湾新人院的林丰信牧师带这学生做伙考察写出来一本册伫2019年出来这本册真侪人安尼非常的重视就对了这是当时这个圣神做工了后这个会友到处去传福音、传播这个圣神工作。一张图的线路图，迄个所在是山区啦，一所在一个部落就对啦这是牧师甲咱介绍过，即个梅花教会伊个礼拜堂是现在啦这是当时即个圣神工作开始的起点，叫做田埔教会。后来把福音、把即个圣神的工作传去到司马库斯即个教会。伫即个梅花教会呢，有看见因。伫坟顶看见耶稣显现的迄个坟的像，佫翕相放伫因的礼拜堂安尼。但我要简单讲，就是讲圣神安怎临在，真奇妙。伫1972年7月初7，有4位伫田埔教会的妇女，因伫迄个生活极其艰难，各种的境遇非常无顺的中间，
伫遐来啼哭反悔、痛悔啊！伫迄个所在祈祷，因无迄个有期讲发生圣神极大的充满，因为生命就大大改变，因甲上帝的关系改变非常的深得着。啊，这已经发生伫49年前，即个圣神的风临到伫新竹桃园的山区，互泰雅里的即个族泰雅尔族的信仰重新佮恢复起来。啊，而且这兄弟姊妹受圣神充满了，到四界去传福音，见证上帝大权能。这林丰信牧师伊咧反省啊，即个回顾这段的故事吼，伊讲这个运动常常听见的见证是认罪甲悔改，信徒恢复着当时亲像互大光来照，大光咧照，一面痛苦这大哭来祈祷，一面行教会。讲是一个对黑暗行光明的体验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复兴的运动。但大概才有经历过，伫现在新竹桃园山区啦吼，开始是天埔教会第一推出，就是到司马库斯太江甲镇西堡遐上深山后山的教会。第二推出到第三推出，就去到这个名称咱拢加减捌听过，但是可能唔知影伫倒啦吼。石垒啦、纳罗啦、梅花啦、花园啦、井上，总是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第四梯如果伫石垒这个所在，啊，四过去传福音。他当时这个人，因为因吼并无受偌侪教育啦，但是凭着一个信心、圣神的充满，就用祈祷来做开始。大声是个别一个祈祷，后来变做规个教会热切的祈祷。迄个时阵的故事吼，讲起着当迄个热潮一个来的时阵吼，教会因还未天光哦，4、5点、5、6点，天佫足暗，天气足寒，伫山顶，因就开始做早天祈祷会，用祈祷来开始一日的生活。先啊，圣神的特别伫这山区，这真正较落后的部落来兴起呢，伊有讲起着这时代背景。当时的原住民呢，因为工业化，台湾工业化，真侪人拢流失到伫市内，开始要趁钱。啊，因为当时的这个原住民无受偌侪教育，啊，所以社会特殊吼破去啊，经历真侪痛苦，所以因是对生活上生命非常艰苦的中间发出真诚的祈祷，因为真诚祈祷。得到上帝真正的安慰，人会拄到迄个境遇走投无路的时阵，来呼叫上帝，圣神就伫遐做工。后来即个正教会吼，侪人圣神福音运动了，有基督山伫迄所在祈祷，有真侪信徒。虽然吼学问无济啦，神学无学偌济，但是因就四过去做见证，去逐个所在服侍，啊，伫其他的教会来复兴，就亲像初代的使徒共款，甚至后来。这个信徒家己自发性哦，毋是中会总会甲因差派，因自发性去到国外去海外传福音。迄比本地教会更较勇敢，无钱无气力，但是伊就敢要欢喜要做。因去塞班岛、去泰北、啊去印尼，拢会看见当时这圣神复兴运动传落来，这泰雅尔兄弟姊妹的宣告。兄弟姊妹，圣神伫100年前伫到七米迄个小岛。圣神伫50年前来到山区，兄弟姊妹，圣神的讲是历历在目呢，是咱无去经历到，咱感觉讲好像就甲我无关系。事实圣神拢伫咱中间。最后，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迎接圣神工作，迎接黄金的10年。这个山间凉风吹起这本册的作者就是林丰信牧师，伊最近甲一阵新人院啊，甲这个牧师发起一个运动，伊有讲起着讲，每一个世纪的20年代，20年代就是咱现在这个20啦，1920就是20，1820就是这20年代。伊讲，迄个每一个20年代拢有发生重大的事件。20年代是影响着迄个世纪真关键的年代啦，吼。啊，伊有举例讲。1520年到29年是马丁路德，就是咱新教吼基督教改革真辉煌的时代。
1620年代，也就是荷兰甲西班牙因来到台湾兴起宣教事工的年代。1720年代是欧洲基督教对全世界发生真大影响力的时代。1820年代就是中国的宣教开始，马礼逊伫中国宣教翻译圣经，创办学校。1920年代德国伫迄个威玛共和的时代，迄个时代出足侪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是文化思想上灿烂的时代。所以伊咧邀请讲，20年代是一个足重要的，无一定逐项拢是正面的哦，影响嘛是足大。所以20年代是上容易传福音的时代，环境上容易，人的心上顺的时阵，是咱生命上值得投资的10年。黄金10年，若对咱来讲，2020到2030，咱若听见黄金10年，就是讲这啦。兄弟姊妹，咱现在拄着疫情，20年开始，这个新冠病毒橫掃全世界，世界已经大改变啦，无法当阁等于原来。国际特殊嘛，往改变啦。咱现在全台湾的正常的生活活动受停止，工作经济性活动、人际关系，咱的心灵、咱的情绪拢受大影响。这是一个上困难的时代，但是嘛是一个改变的时代。因你我拢必须要改变。所以兄弟姊妹，咱准备心迎新的黄金10年、20年代，咱爱倒转来到上帝面前。你有啥物困难，有啥物资财，你无法通甲这个病毒伫迄个所在甲伊征战，只有谦卑转来，伫上帝面前平静安稳，听圣神的声甲教导，欢迎圣神来造访，生命得到翻转，而且得到更新甲保护。这是咱现在必须要听入厝内一个重要的课题。这是20年代咱要奉主的名宣告，将福音传到全世界的时代。这个时阵，我要招兄弟姊妹，咱要做伙来祈祷几项的祈祷。但我要邀请兄弟吼，伫这个实施的方式，就是家中的长辈，咱来主领着这个这段复习主题经文。我遮有投影吼，内底有这个祈祷词吼，佫显露出来。咱成员做伙为着这个来祈祷。咱嘛会当咧祈这个聚会煞了后，甲咱的小组员做伙来分享吼，做伙来分享现场代祷。伫我这个投影片内底吼，有三个祈祷分享吼，分享的题目。咱家己来看吼，这个分享题目，咱来看这个分享的题目。头一个是复习这3礼拜有关圣神造访的经文，分享家己有啥物经验甲启发吼。第二是这个，你对50年前圣神造访泰雅尼族有啥物引起的悔改甲复兴运动有啥物感想甲启发？第三是你领受黄金10年的概念，分享你安怎来参与着这个恢复年代的呼召。咱这时伫音乐的中间，咱要三角来为着这个事来祈祷。我一项伫迄个任务跳过，牧师直接带祈祷吼，直接带祈祷。咱为着台湾的平安来祈祷。头一项，咱为着台湾的疫情来祈祷。主阮的上帝，为着台湾进入第3级，延长迄个警戒到6月14，就主你保守全台湾的百姓。阮同心团结来防疫，阮尽量减少外出，也无甲侪人做伙聚集，互疫情会当早日来解除。这边的疫情，阮前毋捌拄着，阮心内有惊吓，总是求上帝怜悯，互阮专心配合，大家努力来团结。主啊，阮为着爆发侪个案。确诊的双北、基隆、桃园、台中
宜兰这的城市，主求你保守，互因有够额的人力甲医疗来支援，疫情能紧紧来得到控制。主啊，阮台南这个地区也有传出疫情，感谢你有侪这防疫的人员赶紧伫遐来医治，伫遐来消毒，互阮疫情无递到扩散。主求你保守，互阮真正能得到控制，互市民拢得到平安。主啊，我也要为着第一线艰苦、辛苦面对感染风险的这全体医护人员祈祷，这警察、消防队以及各级的防疫单位，我为着因来祈祷。主啊，这个是主你所派的天使甲精兵，求你赏赐因气力，保护因。求你赐因智慧、体力甲健康，保护全体的民众平安，来度过这个疫情的危机。主啊，我也要为着阮教会所有的会友，大家伫厝内在防疫会当平安顺心，有需要出外买物件的时阵，得到主你的保护，无去拄到感染的风险。特别当阮袂当自由四界走的时阵，求你保守阮心神、肉体、身心灵拢平安健康，互阮有信心甲交托。主，阮也为着阮的会友，有的工作，有的做生意，有的伫咧经营事业，求你保守，互因拢顺利。学生袂当去学校，求你保守因读册学习无受影响。特别这长辈，求你甲因同在，赏赐因平安甲健康。主啊，伫这个非常时期，阮需要圣神大大的保护甲看顾，互阮领受到真正心灵的平安、望甲信心。阮为着所有会友交托你，伫大家袂当顺利见面的时，大家彼此透过电话、这通讯媒体来联络、来关心。互阮真正有吞忍，来顺利经历这遍疫情的危险，互阮大家拢得到平安。我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下面兄弟姊妹，我要来做报告吼。报告了，咱这边咱伫厝内呢，犹原会当做一个奉献就对啦吼。咱亲像伫教会共款，你用一个纸箩啊，也是用一个容器来放你的奉献。咱事先报告，报告了，咱才来做奉献的感谢吼，来做结束。这个报告大家知影，我搁做一遍复习。头一个，咱第三级的境界目前是要到6月14，所以咱全体教会的聚会拢暂停，小组嘛暂停，各种拢暂停，所以请大家备办心。第二，咱是空中的礼拜堂，6月14以前，咱请大家通过网络来做伙敬拜上帝。那你厝内做伙聚会的相片人翕起来，传来到伫教会，互咱看见你参加伫厝内参加礼拜的情形。这个直播管道顶礼拜已经报告了，我就跳过吼。主日奉献嘛是同款，咱伫这个厝内礼拜，伊原是做照起工就对了吼，做主日的奉献。然后有方便的时间，咱摕来教会，做伙来统计安尼。咱这多元的奉献管道，咱也拢有看到这个图片吼，咱大家会当对这个网络是讲信用卡、银行转销，是你方便的时阵出外会当来教会交互干事，咱会当开用吼。咱周报内底有写足详细，牧师就跳过。过来是第四小组网络的聚会，请咱大家各地大家小组长大家相招，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用网络来做小组。第五，咱拜五的空中祈祷会，伫拜五暗的7点50，咱透过网络参加富强教会温点时刻祈祷会，咱由牧者来主持，咱是用录影的吼，伫拜五的时间进前，咱会搭起哩，咱各小组
包括咱台语的兄弟，拢会当开后吼，开起来看，做伙来祈祷。第六就是40天的连锁禁食祈祷会，吼咱有对顶礼拜邀请，咱家己禁一顿一礼拜，伫迄所在同心祈祷，这祈祷的内容拢有透过网络群组，顶礼拜周报拢报告给大家吼。咱有几项关怀事工，本会的部分的长辈伫家中若无少年人做伙，有可能因无法度人用手机来甲咱做伙同心聚会，三交线上礼拜，所以咱邀请各单位小组，大家分配同工，用电话来关怀这的长辈，有需要搁继续关怀的，请咱联络教会吼。第八，咱真正都爱严格来居家防疫，因为这毋是轻巧的事，大家一定爱忍耐。通互这边的疫情会当锻炼，通互伊停止。若无咱继续关掉的，会像外国安尼规档拢袂当出来，迄就愈艰苦吼。咱大家确实遵守吼。咱特别伫即个厝内伫静养的时阵，咱身心灵爱操练，有规律的灵修生活，甲咱的要求交予上帝。咱有均衡的帮助免疫力的食物，过来有适度的曝日啦吼。加做运动，电话来关怀亲人朋友吼。最后牧师报告一个咱所敬听的长辈，就是103岁过加完节，伫拜四，伫家中来安尼安静来煞世间的劳苦，蒙主恩典。家属要伫即来过来拜三，6月初2拜三，上午8点半，伫士兵怀恩厅来举行日暮火化甲安放礼拜。意思是讲。但迄个疫情的关系，就无随时礼拜要暂限啦吼。可能会伫调完这104岁元旦10月底才来举行。请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因去年调完这后生欧阳峰兄过身，伫今年上帝甲调完这带去，求主怜悯安慰这个家，上帝的恩典甲因同在。牧师报告到这，咱请谢牧师来主持。这个奉献的祈祷，就要来做结束。请咱大家起立，做来吟奉献的诗。甘心的奉献，主所欢迎；乐意的奉献，主所欢迎。最后，咱来读这个月的金句，加入太书5章的22、29、23节，咱做伙请。毋过圣神所结的果子是仁爱、欢喜、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实、温柔、节制。这款行为一般的法律无得禁止。加入太书5章22到23节，阿门。最后，咱来吟上吟，愿主赐福保护你，圣诗397首，咱做伙起立，吟诗后请牧师祝祷。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保守，甲咱所有兄弟姊妹三甲同在，特别享受平安伫全台湾
每一个同胞享受上帝的保护甲看顾，伫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免。咱大家请坐默祷，咱用感恩来结束今仔日的聚会。好，完成，谢谢大家辛苦。啊。